關於巴拿馬運河港口今次嘅買賣，我哋頻道開咗個卦，睇下今次交易會唔會順利完成。開出嚟嘅卦係澤地歲轉澤山咸，大家見到裏面一支支嘅係卦爻，每一爻都會代表住對應嘅事物，亦係顯示住事件結果嘅依據。解釋卦爻之前，先講一講卦名意義。本卦係澤地歲，歲即係精髓。即係話今次交易裏面會匯聚一班極之優越嘅人，不論美方又好，首富一方又好，都匯聚住一班優越嘅人進行今次交易。卦轉澤山咸，卦由兌為澤同艮為山構成，澤係少女，山係少男，剛好對應，即係表示大家情投意合，互相有交感嘅意思。呢個係從卦名上面解嘅。到喺卦爻，佢買賣交易以妻財爻為用神，世爻解作首富本身，巳火官鬼辭世臨太歲日見，極為有力，而且於青龍之位，貴極人臣。真係李生先會出到嚟嘅卦，一般人係唔會出得到嘅。喺呢度先講結論啊，財爻卯木旺動而生勢，呢單交易會順利完成，成功出售。唯一財爻卯木動化生金，回頭克木，輕爻有破財之意，即係頂多交涉嘅過程會將售價壓低。其實每一支爻咧都會對應翻相關人士，卦裏面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信息嘅，不過有啲實在不便解說咯。呢個係我哋頻道對今次交易嘅預測，中意嘅朋友請點讚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見。